觉得自己是个文武全才，现在才知道，这世上人才太多。只是我很幸运，若你哥哥做了皇帝，未必比我差。哎呀，龙小弟，有些玩笑是开不得的，知道吗？这种玩笑别人开不得，我开个却无妨。行了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咱们赶紧进树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吧。走。哎，等一下。老大，你也太大惊小怪了，这只鸟就把你吓成这样。我不是为了保护你吗？我怕有埋伏啊！你以为你真是龙啊？能腾云驾雾啊？老说我武功差，武功差，你武功比我差多了好吗？有埋伏！主子，你们先走。走。重的跟猪似的，累死我了你！好险啊！你那些侍卫太没经验了吧？树林里有埋伏都不知道，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，走吧。龙小弟！龙小弟，你没事吧？你个笨蛋，准是吸了毒烟了。哎呀！龙小弟，龙小弟，你醒了。没事吧？老大，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。做什么梦了？我梦到有一个美人在亲我。不正经，一醒来就不正经，是不是？老大，我呼吸不过来。你又怎么了？这装的还是真的呀？哎，你别吓我，龙小弟！龙小弟！龙小弟！你又骗我是不是？没有，老大，我没有骗你，我是真的很难受。你再给我做一下。做！你这次是装的还是真的呀？龙小弟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啊！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醒醒啊！龙小弟！倾城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
等找个安全的地方，我再给你疗伤。我没事，辛苦你了。你是为了救我才负伤的，说这些做什么？今天若不是你，我就危险了。只要能真的帮到你，就算让我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知道，你几次留下来不肯随康熙走，都是为了我。其实你不用担心我，那些官兵对我来说，不过是清廷养的酒囊饭袋，根本就奈何不了我。大师兄，若是放到平时，我自是不担心。可是这回你从刘德昭的府上救了孟祥和以后，连续恶战了几天几夜都没有休息，万一稍有闪失，出了意外怎么办？你还知道为我担心，可另一个人只知道为别人担心。大师兄，你别伤心，小师妹不是不担心你，只是在她心中啊，你这个祝哥哥是无所不能的大英雄，根本不需要她担心啊。臭死了！你说你吃那么多干嘛呀？你哪是龙啊？你就是一头猪！你才是猪呢！割到石子儿了！你干什么？要弑君啊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累成这样，你在上面给我装昏迷啊？不是，我哪儿装昏迷了？我刚才是被你撞晕了。得了吧，你刚刚明明是醒的。不是，我本来真的是晕着的，你走路摇摇晃晃的把我给摇醒了，我正想下来呢，这不知道你这叽叽咕咕说什么呢，我就想听一下，没想到啊，你居然在背后说我的坏话，被我发现了以后，你还行凶把我扔在地上。恶人先告状啊！行，我躲开行了吧？别，哎，老大，你不是。你别生气啊！我请你吃好吃的还不行吗？不是，哎，老大，我这屁股坏了，我追不上你。哎，老大，不是，别生气，你听我说，我那时候，哎，不是，老大，你考虑一下伤残人士。走开！快走！二位，慢走啊！越来就走。酒足饭饱，好幸福啊！不过。我大哥跟丽萍娘娘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你放心吧，以你大哥的本事啊，至少保护他自己和丽萍安全脱身是没问题的。但是我们去哪儿找他们呀？眼下整个山西都不安全，咱们只能顺着道往京城走。要是能在半路上遇见了，那当然最好；如果不行的话，就只能在京城碰面了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大师兄，不是那儿，是这里。啊！怎么了？大师兄，现在啊。你是大夫，我是伤者，治伤的时候不用拘于男女之礼。来，我们这一路上，自离了太原，就遭到吴三桂、刘德昭2路人马的追杀，实在是太蹊跷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行踪和计划了如指掌？对，我怀疑我们内部出了奸细。很有可能。我估计，应该是康熙的侍卫里有内奸。
多半是鳌拜的党羽，也可能是吴三桂的人。他在清廷当中安插了不少的眼线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离间康熙和吴三桂的关系，让他们君臣内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知道欢妹现在怎么样？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找点水。钱呀！哎，老大，付账啊！我的钱都在你那儿呢。钱好像都掉在树林里啦。哎，二位，你们谁付账啊？不是，那个掌柜啊，我们呢原本是有钱的，但是一不小心钱丢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哎呦，赖账的都这么说，我见得多了。不是，掌柜的，我没有想赖账，我们呢只是途中遇到了一帮劫匪，然后我们……哎呦，一会儿说遇上了劫匪，一会儿说丢了，这出来想混神儿，先把谎撒圆了再说。这真没撒谎，是谁撒谎了？真是吃了熊先豹子胆了。哟，哦，摆个臭架子吓唬我，是不是？你不是撒谎，那好，饭钱付了，哎，吃饭花钱这是天经地义，这个理儿说到皇上那儿也是这个理儿，对吧？皇上来这儿也是这个理儿，的确是这个理儿。不是，这掌柜的，我没有不给钱的意思。那你给钱，快把钱给了啊！老大，要不然你先把你那个金镯子拿出来，回头我给你买几个玉。不可能！这个金镯子是我另外一个兄弟给我买的生日礼物。那日在太原帮你当了一袋粮食，后来有一天好不容易赎回来了，这才几天还没带热乎呢，不能给你。掌柜的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们呢给你写个欠条，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来，我给你送10倍，不对，我给你100倍。哎呦，呸！还10倍100倍，这混神的我见得多了，可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。你撒着谎，小孩都不信。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我家里真的很有钱。你别说10倍100倍了，1000倍10000倍我都给得起。掌柜，你醒醒好吧，好吧，回头真有重赏，还有重赏啊！哎呦嘿，我可等不及重赏了，我先赏你。小二，有，还有吃霸王餐的，谁？他们俩给我捆了，送衙门。站住！一般遇到这种情形，别跑！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想不到我堂堂大清皇帝，居然沦落到付不起饭钱，还被市井小民追着满街跑。行不行啊？这才一会儿扎了10几下了。你嫌弃我啊？这还是我第一次拿针线呢，以前都没有过。这么说，你是把第一次给我了？当然了。哦。你堂堂大清皇帝，怎么能调戏良家女子呢？烦死了！别着急啊，第一次慢慢来。听不见！
见，听不见，听不见。老大，这次回了宫以后，我一定要把这件衣服好好的珍藏起来。至于吗？不就缝的差了一点吗？你还存起来，好随时嘲笑我是吧？老大，我是跟你说认真的。我贵为天子，却被自己提拔的官员追得如此狼狈。这次出巡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，所以我要收藏好这件衣服，好时刻提醒自己做一个好皇帝。我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、提拔监督官员的制度，这样天下才能太平。说得好，龙小弟。哎呀，也不枉我昨天帮你缝衣服扎破手指了。老大，这个我们待会儿去哪儿找吃的呀？距离昨天咱们吃的那个霸王餐已经12个时辰了，我前胸都贴后背了。放心吧，有老大在，绝不会让你饿肚子。走。哎，老大，你要不饿的话，你背我。哎，老大，看到了吗？有一个富商啊，他母亲这个月过80大寿，所以准备在这儿施粥半个月呢。哦，老大，你不让我去当叫花子吧？不当叫花子当什么？咱们俩去酒楼当大爷啊！之前那次是运气好能逃脱，就咱俩这三脚猫的功夫，打又打不过人家，身无分文，怎么逃啊？那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现在想要脸面，还是想要命啊？那还是要命吧。小招了，小招了！还好这边的百姓都不认识我。谁认识你啊？走吧！挤什么挤啊？明明是你挤我了。我挤你怎么了？我比你爹岁数还大，就你这样子，还和我们这些老不死的抢一碗稀粥，你知羞不知羞啊你？麻烦再来一碗。没了啊！回去吧啊！没了啊，没了啊！今天都没了，下次再来吧。哟，后生，你来晚了，这都没了。等一下。给。我说小后生，你可别嫌弃这碗刷锅水了，它总比一碗清水强啊，多少能沾点骨气。你不要，我要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，龙小弟？就是少了点。对了，老大啊，你喝了没？我喝了，我在那边早就喝了。我可不像你，放不下身份，我跟那帮灾民一起抢的。有时候太君子啊，会挨饿的，知道吗？老大，我怎么听到你肚子在叫啊？没有，我这是撑的，我刚才吃特别多。给你吧。我不用，我平时吃的比你多，这肉都藏着呢，现在可顶饿了。什么不用啊？拿着。咱们俩可是拜把子兄弟，说好的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呢。虽然这只是一碗粥，那也得一人一半。
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尽快回京城。我要是在这儿多耽搁一天，百姓们就得多受一天的苦。这里离京城千里之远，就算走一天100里，也得走10多天呢。要是能雇辆马车就好了。雇马车啊，我问过行情了，从这儿到京城雇辆马车5两银子，你有吗？哎，我现在算是知道了，什么叫做有钱男子汉，没钱汉子难。老大，要不然你把那……公子，少一点吧，我真的没有了。没吃饭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给我一点吧，好饿没有？老大，你就让我把那个金镯子给当了吧。等我回了京城以后，立马让人帮你赎回来。不行不行啊，我这个金镯子是我一个兄弟送我的，我那个兄弟心思很重的，如果他知道我把金镯子当了，他一定会很难过的。哎呀，你自己想办法赚钱嘛，别老打我金镯子的主意，行不行？好，我知道你是故意刁难我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我挣不了这5两银子。这才是我的好龙小弟嘛，文武双全，什么都会，对不对？不过你想到什么办法赚钱了吗？老大，你的耳环呢？哦，这儿呢。哎，你的金镯子不能当，耳环可以吧？耳环是可以啊，不过耳环不值什么钱，只能卖10几个铜板。10几个铜板就够了，走。哎。今天皇上又来看我了，我看得出皇上今天的心情啊很好。前些天你跟他冷战，皇上也整日愁眉苦脸的。这宫里上下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的，生怕惹到皇上。看来能让他如此伤心的也只有你一个了。薛姐姐，能不能别跟我提皇上啊？你也跟我提他，我心里就乱糟糟的。不行，我就要跟你提。今天我叫你过来也是要劝劝你，咱们都是明珠谷的人，和大清的皇帝势不两立，你和康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。我知道，等我们找到铜匣以后，我们就撤出紫禁城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薛姐姐，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吗？等朱哥哥回来，能不能别把这2天我跟康熙的事儿告诉他呀？大师兄那么深爱你，我跟他说这些不是故意伤他的心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的。小师妹，你和大师兄才是命中注定的姻缘，好好待他吧，放下康熙。我一直在努力放下他。可是薛姐姐，你心里可曾放下过朱哥哥？快了，很快就要彻底放下他了。既然我们改变不了命运，那就试着去接受它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会发现大师兄的好，你也会爱上他的。跳跳！薛姐姐，快过来看啊！今天的月亮好圆啊！还真是啊。都说15的月亮16圆，今天真是格外的圆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我们姐妹俩再这样无忧无虑的饮酒作乐，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了。薛姐姐，今天李公公来找我了，
告诉了我关于童霞的重要线索。我相信没有多久，我就能找到通唤童霞的人了。哦，有线索了。那这个人他也在皇宫里吗？这个人不光在皇宫里，而且是我们彼此特别熟知的一个人。是谁呀？雪姐姐觉得他应该是谁呢？其实我很早开始就怀疑过他，只不过我拒绝去深想，直到今日，我都不忍心怀疑是他。小师妹，今日我叫你过来，也是要告诉你关于童霞的线索。那雪姐姐先讲吧。小师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啊，我特别羡慕你，你的亲爹靖王疼爱你，师长们宠着你，师兄师姐也都护着你，更有大师兄那么深爱着你，你真的好幸福啊！是啊，我也觉得我好幸福啊。可是我好害怕，我的这种幸福只是一种假象，会有人来打破它。不会的，你生来命就好。姐姐祝福你，要永远幸福。谢谢雪姐姐。不过，我不希望我一个人幸福，我希望我们姐妹两个都可以幸福。会的，我们都会幸福的。其实，在咱们这些兄弟姐妹里，我和大师兄最是同病相怜。我们都是从小父母双亡，又都肩负着非常沉重的责任。我们一直撑得好辛苦。是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易啊。小师妹，你真的要听姐姐的话，好好对待大师兄，不要让他难过，也别让他伤心，别让他失去这最后一份支撑。祝你们幸福，干杯！来者何人？请。李太医，师叔姑娘呢？丽妃娘娘和师叔姑娘在永和宫喝酒呢。徐姐姐，你哭了。我是感动的，睫毛好像刺到眼睛里了，没事。来，咱们继续喝。徐姐姐，你现在可以说出童霞的事儿了吧？不急，喝完这杯酒啊，姐姐再慢慢跟你聊。干杯！大师兄，朱哥哥，红妹，你没事吧？没。这酒你喝了没？他已经喝了，你来晚了。
他竟喝下了我为他准备的美酒。看来你全都知道了。是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，除非你亲口告诉我。朱哥哥，本来义父让我不要说破的，但既然你已经对他下手了，那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环佩，我们这次在滇都的行动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。吴三桂在我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，而这奸细就是六师傅，还有倾城。雪姐姐，朱哥哥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你拿走了铜匣，上交给吴三桂了，是吗？不错。那你今天邀我过来赏月喝酒，是为了除掉我，对吗？王爷要我杀你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所以我在酒里下了毒。把解药交出来！这是王爷秘制的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朱哥哥，不要！把解药交出来！我说过，这是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你心爱的女人注定要死在你的面前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杀了我，替她报仇。雪姐姐，如果易欢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不会放过你。能死在你手上，是我最美好的结局。大师兄，小师妹，祝你们幸福。雪姐姐，雪姐姐，大师兄，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虽然晚了几天，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。里面有一封信，你看，就都明白了。当大雪倾城淹没来时的路，当天明还来不及淹没痛苦，倾城，倾城，选择躲在我的回忆里祝福，我却只能眼看着眼前起了雾。当大雪倾城淹没来时的路，当天明还来不及淹没痛苦。我雪家有70余口人，都命丧明军铁骑。今我与小弟2人幸免于难，被师父收养。师父带我入明珠谷时，将小弟送往了平西王府，换走铜匣，在山西逃亡途中通风报信，都是我为保小弟性命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平西王要我杀了小师妹，我不忍下手，又不敢抗命。思来想去，唯一之法就是我来饮下毒酒，再由小师妹向康熙揭穿我乃吴三桂奸细之事。那么，我就不是抗命，而是身份败露，畏罪自杀，小弟的命方可保全。而我之死，还能换来康熙对小师妹进一步的宠信，亦能激化康熙与吴三桂之矛盾，也算我对咱们过往情谊的一点小小的报答。倾城身世凄凉，但在明珠谷中一段岁月，是倾城此生最快乐的时光。能与大师兄相识相知，倾城不枉此生。你们大婚那一天，我是等不到了。替小师妹饮下这杯毒酒，就当是我提前喝你们的喜酒吧。倾城诀别。
没想到雪姐姐这么可怜，她对你爱的那么深，又那么卑微，临死才敢说出来。雪姐姐，雪姐姐，你醒了。你醒了，倾城。我死了吗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才没死呢，这是在你的永和宫啊。对不起，倾城，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多苦衷。可我明明喝下了那杯毒酒啊！怎么回事啊？酒你是喝了，但是你没有喝毒酒。那杯毒酒啊，被我给换了。什么？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我们姐妹俩，再这样无忧无虑的饮酒作乐，不知要到什么时候。你早就知道那杯酒有毒？其实我刚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壶，跟宫里平时的壶长得不一样，我就开始怀疑了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那个壶啊，叫做鸳鸯壶，它的壶盖上镶着2块宝石，其中一块是绿的，有一块是红的，分别控制着壶里的2种酒，一个是有毒的，一个是没有毒的。当你按下红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毒酒；当你按下绿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没有毒的酒。其实啊，我也没有见过这种鸳鸯壶，不过我在六师傅的工具谱上见过这种草图，所以我一看是鸳鸯壶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原来你早就在怀疑我了。其实，早在童霞被调包的时候，我就怀疑过你，不过只是一闪念而已。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相信雪姐姐你是奸细。后来我们一起去山西寻访，每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，刘德昭都会提前知晓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一定是我们的人暗中走漏了消息。但就算在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怀疑过你。直到今晚，你要我过来赏月喝酒，当我看到这个鸳鸯壶的时候，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。既然你看到鸳鸯壶就知道酒里有毒，那当时为什么不揭穿我？因为我在等一个结果。什么结果？我想看一看，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亲如姐妹的雪姐姐你，忍不忍心下手？你我之间的情谊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当我看到你把没有毒的酒给了我，把有毒的酒给了你自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们2个之间的情谊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小师妹，你可愿意原谅我？雪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牺牲自己保全了我，我怎么可能怪你呢？可是，你把毒酒换了，我又没喝，那杯酒，那杯毒酒啊，我压根就没喝。可我明明看到你喝了呀！不信，看，看着啊。姐姐，酒呢？不是让你喝了吗？是吗？酒在这儿呢。哎，我明明看见你喝了呀。看吧，这是杯子对吧？嗯。杯子呢？哎，刚才还在你手里，你一定是藏起来了。哎，在你身上呢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易欢的武功跟暗器，样样学得杂而不精，
唯独这轻功跟江湖杂耍之说，在我们所有人之上。薛姐姐，当师傅们给你安排进宫这一计划的时候，当你在苦练歌舞琴技的时候，我呢，就在明珠谷跟那些杂耍师傅们练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江湖杂耍，所以我才会这些啊。不过，刚才为了能够在你房间里寻找铜匣，所以给你下了点迷药。对了，你的房间我已经找过了，没有找到铜匣。你是不是把铜匣交给六师傅，让他交给吴三桂了？不，我没有。吴三桂此人凶残狠毒，如果把铜匣给他及其3把金钥匙，找到宝藏，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，一定不是好事。谢谢你，倾城。大师兄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已经没有脸再面对你们了。小师妹，你不该救我，就像我信上所说，把我揭发给康熙，让我以死谢罪吧。别再说这样的傻话了。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解决。我们永远都是亲人。薛姐姐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担心，你没有杀了我，吴三桂会对你弟弟不利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弟弟给救出来。倾城，相信我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谢谢你们。这个催命鬼，一天到晚就知道伸手向朝廷要钱。皇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还不是吴三桂那个老匹夫，说什么自从诛杀了永历帝以后，在云贵之地就不时有反清复明的人起兵闹事，还要时刻防着缅甸的进攻。他只会不停地找借口向朝廷索要巨额的军饷。巨额军饷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这张奏折索要军饷50万两，这张要200万两。皇上，这吴三桂一年要军费到底要多少啊？大清现在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900万两，但每年的花费要达到1000多万两，其中有900多万是支给吴三桂的。也就是说，朝廷现在入不敷出，全都是吴三桂一手造成的。可是吴三桂这么明目张胆的漫天要钱，皇上你不给他不就行了？行的，他要钱，朕不但不能不给，而且还要一文不少。为什么呀？连鳌拜你都不怕，你还怕一个小小的吴三桂啊？你懂什么呀？现在的三藩，吴三桂有云贵，上河西有两广，更京中有福建，他们3个要是连起来闹事，那朕的半壁江山就塌了。可是皇上之前不是一直想撤藩吗？朕是想撤藩，但是要等待时机啊。在没有万全之策之前，朕不但不能撤藩，还要对他们加以封赏、笼络。可是现在山西结案就能看出来吴三桂对你有谋逆之心，要是再不敲打一下，他会更加肆无忌惮的。这山西一案，吴三桂确有谋逆之心，但是他只是在暗中进行，朕没有足够的证据。在朕做好准备之前，万万不能点燃这根导火索。但是朕也不会一下子就给他这么多钱，朕会借口说朝廷赈灾，国库紧张，就先拨给他50万两吧。既然龙小弟这么大方，那要不要先把之前那笔账一起给我结了？哪笔账？山西赌坊那次啊。大明内乱，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大明的整个江山，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，想过上几天好日子，可你们呢？朝中的权贵们搞起了圈地，各地的官吏设立了各种的关卡，变相的收取各种赋税。你们这才叫做趁火打劫，一本万利的勾当呢。龙小弟，其实我的利息就是想让你答应我，曾经你说过的那些话，消除贵族特权，革除积弊，整顿吏治。
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朕一直记在心上。你给朕3年时间，3年之内朕一定做到。那如果你骗了我的话，以后我就叫你阿黄。那朕跟你说，朕要是做到的话，朕要翻身做老大，你做小弟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开战。自从咱们反清联盟和你父王结盟之后，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是啊，不过只可惜，我早已经定亲了。我还是要迎娶刀土司的女儿。那咱们就尽量珍惜当前。哎，对了，之前请你帮我悄悄查的那个叫雪满楼的少年，你查到了吗？倩影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跟那个叫雪满楼的少年有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让我悄悄的查呢？对不起，这个我真的不能说。我只能向你保证，我绝无恶意，只是想帮一个朋友的忙。好，既然你不便说，我也就不追问了。我相信你。只是什么？只是那个叫雪满楼的少年，早在3年前就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，我弟弟一定还活着。你们肯定是在骗我。不，是那个吴应奇在骗樊倩影。师父跟我说过，我弟弟在平西王府活得好好的，个子都比我高了1头呢。倾城，吴应奇不可能骗樊师妹的，倒是吴三桂和六师傅，他们一直在骗你。他们怕你知道真相以后，再也不会为他们卖命了。师父经常带给我弟弟的消息，说弟弟长高了，学会4书5经，开始学骑马射箭。可我每次要求去见弟弟，师父都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我。原来我的弟弟他已经死了。可是我的师父他为什么要这么骗我？我一直视他为亲娘，那么敬爱他，视他为唯一的亲人，他却拿我当成棋子。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薛姐姐，倾城，你弟弟虽然没了，可你还有我们呀。这是在宫里，当心被别人撞了。
你们说的对，我弟弟虽然没有，但我还有你们，还有你们。那既然我的弟弟已经死了，那我也不用再听命于王爷和师父。雪姐姐，原来你把铜匣就藏在永乐斋啊，怪不得在你永和宫都找不到呢。我一是担心你们迟早会疑心到我，二是要防着我师父，所以我只好把这个铜匣藏在你这儿了。你快看看，是不是你当初搜到的那个？嗯。没错。我用刀刻在珍珠上，就是这个，错不了。师父让我从你这儿调包铜匣，我只好仿制了2个一模一样的，一个留给你，一个交给师父。倾城，谢谢你。以前我帮吴三桂做事，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。现在好了，以后我再也不用听命于他们，我再也不用受他们的控制。我弟弟一定是死在吴三桂的手上，我要替我弟弟报仇。这个铜匣是真的。看来欢妹没有弄错，倾城也没有骗我们。现在康熙手里的铜匣是假的，吴三桂手里的铜匣也是假的。他们一定想不到，真正的铜匣会在我们手上。你们继续对雪衣居士虚与委蛇，万万不可让他察觉到，他的身份早已败露。我明白，倾城现在恨透了吴三桂，也不再信任六师傅。我们打算联起手来，利用雪衣居士传递假消息给吴三桂，逼他尽快起兵谋反。吴三桂昨日上的折子，你们都看了吧？怎么样，有何看法啊？想说什么就大点声，朕也想听。这平西王啊，折子上面的措辞很是谦卑，但他的意思很清楚，无非就是想让朝廷再给他追加100万两的饷银。朱爱卿，你们说朕是准奏啊，还是不准奏？你们是大清的俸禄，享大清的富贵，这种时候却没人说话了吗？启禀皇上，奴才认为不能准平西王的奏。接着说。大清的赋税半号于3藩，已不堪重负。如果准了平西王的奏，那耿精忠、尚可喜2位藩王再加以效仿，那大清的国力就全都耗费在他们身上了。皇上大可直接回绝，有奴才等8旗精锐在，谅他平西王也不敢造次。巴图鲁将军豪气干云呐，下官佩服。不过，将军可别忘了，这3藩久居数省，在当地的实力是很大的，且都各拥重兵。这平西王部下将士更多，李自成、张献忠余部，个个都是骁勇善战。相对于不答应他们的条件，而让他们起兵造反，皇上，臣以为
朝廷多破费些钱粮，倒也算不得什么。他平西王要的岂是钱粮？他领地的官员任免都由他说了算，税收也一直由他自行支配，并无半分上交朝廷。朝廷每年拨给他900万两，他还不知足，如今还要狮子大开口。刘大人，你如此夸大三藩势力，危言耸听，不会是收了平西王的好处了吧？你这是血口喷人！皇上，臣对朝廷忠心耿耿，绝无私心呐！你行了，巴图鲁和刘侍郎说的各有道理，其他人呢？回皇上，朝廷每年拨给3位藩王的饷银，已让大清国库空虚。况且，臣听闻平西王圈占民田，又借疏河修城，广征官士，更是自铸私钱，人称西钱。而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，也在其领地内横征暴敛，私事私税。现如今平西王又要朝廷追加饷银，简直是得寸进尺。但三藩已是尾大不掉，朝廷是软还是硬，都是两难。所图，奴才在。你怎么看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觉得这几位大臣说的都有道理。奴才才疏学浅，不知如何应对，但奴才知道一切全凭皇上圣断。臣等一切听从皇上圣断。龙小弟，喝茶。还在为吴三桂的折子发愁啊？这朝廷的文武百官分成了2派，一派力主拒绝吴三桂，认为撤藩势在必行；另外一派则忌惮吴三桂的实力，或者他们其中有些人本身就是吴三桂插在朝廷的眼线，所以力主安抚。这个吴三桂，老奸巨猾又贪得无厌。龙小弟，你知道吗？他平西王的王府啊，甚至比你龙小弟的紫禁城还要奢华。可他那些钱，不都是从云南老百姓还有龙小弟你这儿搜刮出来的吗？要我说，龙小弟，你是堂堂的真龙天子，还怕他一条地头蛇不成？到时候早晚把那老贼的脑袋给砍掉。这吴三桂就和鳌拜一样，都是朕和朝廷的心腹之患，朕早晚要处置。只不过这三藩要是一同反叛的话，无论兵力还是财力，朕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呀。大师兄，你看这样写可好？对，就这么写。康熙暂时不想跟吴三桂为敌，所以暂无撤藩的打算。不过我们要让吴三桂以为，康熙恨他恨得要死，一心想要除掉他。想来这些年，岳鳌拜一直相安无事。如今康熙亲政了，我弟折子要求追加饷银，就是为了试探康熙之心。他既已一批准奏，想来对我也并无不满之意。可倾城却说，康熙以视本王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势必除之而后快。你怎么看？父王，一孩儿愚见。那康熙在朝堂上说的话，真假难辨。
反倒是下了朝堂，对他心爱女人说的话，倒有可能是真的。父王，孩儿此番进京，曾亲眼所见，康熙对李易欢那是疼爱有加，犹如红颜知己一般。对雪倾城虽不及易欢，但也待他十分不薄。既然康熙在他2个心爱的女人面前都表达出对父王的不满，那么康熙的真正意图便不难察觉了。康熙这个无情无义的小儿，当年若不是本王放多尔衮入关，他爱